主后2023年6月初6，每日圣安讲读经。讲误的人讲无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4篇。戆人心内讲无上帝，因拢腐败，做可恶的代志，无甲一个做好。上主对天压落看世间人，要看有明理、有找求上帝的人抑无。因拢行迷路，偏偏变做有话，要人做好，连一个都无。做歹的人兼拢毋知，因吞食我的子民，亲像在食饭，因无求叫上主。做歹的人会大惊吓，义人的中间有上帝同在。善车人的计划，恁互因失败，毋过上主是因的避难所。愿以色列的拯救对释安出，愿上主带伊受领的子民倒转来。迄时以色列会欢喜，雅各会快乐。讲误的人讲无上帝，定定有人讲，只要互伊看见上帝，伊就愿意相信。总是事实上，因并无相信上帝。讲误的人讲无上帝，是因为因无希望有上帝，免得因需要认罪悔改，甚至面对上帝的审判。所以因虽然嘴讲若看会到上帝，就相信，却毋是真正想要找求上帝。检采受欺压的人会想要找求上帝，因期望上帝会当介入来扭转整个局势。总是伫一般的情况下，就算受欺压的人，也可能默认整个无公义的结果。有一寡人认为家己无能为力改变甚物，就选择逆来顺受。有一寡人宁可依附权势，欺压别人，也毋愿防踏伫骹底，就选择加入无公义的结果，变成共犯。俗语讲，新妇做久也会变大家，就是指早期有一寡大家会欺压新妇，当这个捌防苦毒的新妇一旦成做人的大家，换因就会感觉大家管教新妇是天公地道的代志，因为因也是安尼经历过。不过有一寡人意识到无公义的结果是错误的，等到因出头到相对悬度了后，反倒会刻意善待价赞的人，也是试要拍破原有错误的结果。1944年6月6日是世界史一个重要的日子。当时西方盟军伫法国诺曼底登陆，对德军发起大规模攻势。这场战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上惨烈的战役。登陆战本身阵亡人数约1万外，不过直到8月25日，盟军解放巴黎的时，阵亡人数已经累积将近5万人，也有更较侪的人伫战场受伤，致使终身残疾。虽然联军付出真大的代价，不过假使继续放任德国纳粹肆虐欧洲，伤亡恐惊会加哪济。目前所知的，大约有600万名的犹太人死伫纳粹的
屠杀。随上互纳粹屠杀的毋单单是犹太人，也包括其他族群。根据估计，大约有1700万人遭受纳粹的残害。为什么纳粹要屠杀遮尔济的人呢？一方面是因为种族优越感，当因掌握生死大权，就着手进行种族清理，斩杀其他的族群。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需要负担企业社福费用，将这非我族群的家产充公，就通用来填补这个财政缺口。伫迄个年代，检采真侪人会讲无上帝，总是诗人讲，歹人要惊吓恐惧，因为上帝甲义人同在。伫邪恶的世代，上帝有缘伫查看，敢有人愿意甲伊做伙同工来扭转局势。就算伫即个过程爱付出惨重的代价，就亲像当年的英美联军愿意放弃安逸的生活，去out略解救受欺压的人，透过安尼的牺牲，互人看到拯救的愿望。默想，人物历史通照顾早例分析未来，避免重蹈覆辙。了解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，对我来讲有甚物启发？人物历史通照古早例分析未来，避免重蹈覆辙。了解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，对我来讲有甚物启发？咱做伙来祈祷。公义的上主，人类历史虽然有真侪无公义的代志发生，总是我相信你无置身事外放恬恬。主啊，当我意识到无公义的代志发生的时，恳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有勇气甲你同工来改变现况，毋是互歹人继续猖狂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